喺 HKDI 讀室內設計，可以成就同實現我嘅夢想。其實室內設計師呢個行業咧，喺我中學時候咧已經係一個夢想嘅職業嚟嘅。然後發覺咧，佢唔單止係一個職業，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做嘅項目咧，就可以得到好大嘅滿足感。設計可以改變我哋嘅生活，室內設計可以影響人哋嘅心情、情緒，所以我好開心可以從事室內設計。從事室內設計係令到我可以成為參與改變我哋城市嘅一份子。喺 HKDI 讀書可以活學活用，仲有機會同領匯合作做自己 design 出嚟，仲可以同唔同嘅公司合作做 project，呢個機會好難得㗎。我覺得學校嘅教學模式好多元化，令到我哋可以喺輕鬆嘅環境下學習。學校仲會定期舉辦一啲國際性嘅展覽，令到我哋有機會睇到大師級嘅作品。同埋學校會邀請一啲知名嘅設計師同我哋一齊做工作坊，增加我哋交流嘅機會。今次我哋同 HKDI 嘅合作係希望將我哋喺櫥櫃界嘅知識帶到俾香港未來嘅室內設計師。而今年我哋亦都係贊助咗2位同學去到德國參觀一間櫥櫃廠嘅，令我哋可以了解先進嘅科技同人哋嘅想法，而且我哋仲有機會去德國交流添。領匯喺活化街市嘅過程裏邊咧，希望為呢個傳統嘅地方咧係帶嚟一啲創意。今次同 HKDI 合作咧，我哋發覺啲學生咧態度非常之認真，全程投入，我哋對 HKDI 同埋學生嘅作品咧係非常之滿意嘅。喺今次 HKDI 同埋領匯嘅合作裏邊，我哋體會到室內設計嘅學生佢哋好有創意，對街市嘅設計都係有好多新嘅意念，從而啟發到我哋喺將來改善街市嗰陣，亦都有啲新嘅思維。作為今次比賽嘅評審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同學嘅燈飾設計作品嘅水準咧係非常之高嘅。我哋亦都希望透過呢次機會咧，俾到同學一啲實質嘅支持同埋鼓勵，將來佢哋喺行業上面咧發光發亮。好開心可以喺今次嘅燈飾設計比賽入邊攞到冠軍同環保設計大獎。HKDI 真係一個好好嘅平台俾我哋嘅發揮創意。我哋公司咧舊年就幫個學生製作咗一件 sofa 喎。咁由理念一路去到製作過程，個學生都有參與，我哋都覺得好開心，同埋佢咧學到好多嘢。其實今次個贊助咧，主要都係等同學有個機會可以係真係將一個產品係做出嚟，明白嗰個過程係點樣。咁頭先睇到佢哋嗰個嘅作品咧，都係充滿創意嘅，尤其亦都有含一啲環保嘅理念喺裏邊啦。所以呢一次咧都係非常滿意佢哋嘅成績嘅。咁拎到呢個獎學金啦，增加咗我自己嘅自信心啦，同埋我會利用呢筆獎學金去增值自己，同埋充實自己。好多年前咧，其實我自己都攞過設計嘅獎學金，咁咧希望藉住今次嘅機會咧，俾到更大嘅支持同埋鼓勵啲學生。HKDI 嘅室內設計就係創意同機會。